了生命，再来迎接元帅，迎接女将军。诸位大人，请了，请了。小女马上有礼了。女将军杀身亡死，奋勇杀敌，才能赢得国泰民安。我等在今也信任得您啊！有元帅护将守护你，故说名不虚传啊！人生宣扬，恰是为何？他们都想看看女将军啊！好，那就让他们来看上一看。哎，儿啊，我饶女中英傲，为你一人，岂敢非凡？岂可让那些万夫所指观看？快上殿见驾去吧！弟弟，见驾去吧！诸位大人，请。请。来呀！我们旗子放在这。跪，花醉跟爹一样慢腾腾的，你忘管我呢？我叫你帮我挑一位，你为什么不肯啊？咦，相公叫你挑的呀？哦，那这里的点心你为什么要抢啊？小明啊，你要上来。已经累死了，互相埋怨又有什么用呢？哎，尽是不归，你们看完追得上去哦。我看啊，相公抱快点，这块。好，你尽是挑中一位担子，我们赶快追上去。嘿嘿，相公叫你挑，挑就挑，嘿嘿。快女将进去了，快女将进去了。你来手里向了，我不是被拿死了。看了半天，我过来了呀。未见其面，衣衫破碎，下肢不见。哎，身为宽见，挨了一遍。来，这两位，这样你呢？你们在看什么呀？看女将军啊！女将军是谁呀？女将军是谁呀？是谁呀？老好到列子一会儿，讲快，有位老上相告。好，喏，
这个不这位女将军名叫刘金玲，她的父亲刘天华海口作乱，去出征，谁知那海口郑小勇反把那官兵来围困。哦，真的，那烧太早了。刘金玲得应信，马上领兵去救营，不但救了刘天华，还把那海口也烧平。今日本事围绕来，激动了满日的老百姓，都想看看女将军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，一个人。这位女将军啊，怎么样？我有看见过了。哎呦，天王八喽！老百姓宽王八喽！阵风画好头就不动了。又逃了嘛的吧？逃了嘛的。就这两场。我是请这位相公宽宽，相公宽宽，相公宽宽，带不带无所谓了，烫掉了已经。我后头这个还要打的呀。后面再带吧。话带了不要说话。大明嘉靖皇帝为御妹靖国公子刘金亭。哦，刘经理，刘经理。因出征之时，正在东岳庙求神保佑，曾许下宏愿。今得胜归来，特选8月15携顺辽源。哦，可以宽宽了。辽源之时，进阶3天，今日班师一朝，凡入京之事，不管居民臣等，一律不准偷看御妹。还是看得到。刚刚来地浪向落了个呀，如有为国者、年老者，勿去上马，勿配从军。哦，哈哈，年轻者做官，年轻者立在。哎呀，转光节，转光节！忘了在家里。算了，不吃饭我不认，应该有。不夸玉梅娘娘又不好意思，我去做生意了，哎，真仙了！哎呀，我还是回去抱我的孙子去吧。玉梅娘娘看不到，我还是回去看我自己妹妹去。其实巾帼英雄女将军，从古到今有几人？为吾从军花木兰，血泪洒我会迎大破铁门神，万年挂帅与车神，两月来过太极军，万古千秋来明。想不到我朝中有车刘金亭，平口救我。好本领，好为民。但问其名为奸臣，问其名为奸臣。介绍古人千不能，我找出了女将军，为什么？为什么
偏偏不让人家去看你。哎，别贵啊，我想这玉梅娘娘啊，一定长得像天仙美女一样，所以不让我去看的吧？我看这位玉梅娘娘啊，一定不会好看的。为啥？咦，玉梅娘娘要是生得像天仙美女一样，皇帝也是爱面子的，才会娘家大家去看的。我看这位玉梅娘娘啊，不是马子就是黑子啊，不是花嘴巴嘛，就是特别子。皇帝为了爱面子，所以才不让大家去看的。我做官的帽子。我想啊，是一定是很好看，一定十分难看，难看，好看，难看，好看。相公，到年下那日，你带我们去看好吗？去看。哎，你不怕相公去杀头啊？杀头？杀我们相公的头啊？哼，我们相公可是户部尚书封雷长的儿子，谁管动相公一个娃吗？那，万岁的皇上就是官家之子，也要杀头的。你这个胆小鬼！相公不管去，你管去啊？相公不管去？相公，你管去吗？相公，你不怕杀头啊？童儿一生把我为，倒叫我一时难为情。我有心想去见见女将军。相公。王法迢迢不用心，相公，你到底管不管去？相公，你不怕杀头啊？我咋不愧是女将军，今生王位什么人？相公，东岳庙不是这个读书的文昌阁隔壁吗？是啊，可以成为口头。门是没有的哦。相公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文昌阁后花园有一园洞，可以进去哦。我经常从里面钻进钻出的，到大街上去玩你。真的呀？好啊，人人都说不能看，我偏要去看看这女将军。请示别贵，相公，这个为东岳庙去吧。别贵，啷。我还没成进来。
献上一个上一郎。拿下去斩了！娘娘，小妹冤枉啊！你外鬼，你躲在城台底下推款哀家，难道就斩你不得？请娘娘息怒，小妹并非偷窥娘娘，王娘娘大夫是被饶我于民，愿娘娘扶着妹妹子孙满堂。嘿，满口无言。小妹并非无意，小妹实在是吓坏了啊！就算不知前来推款哀家，为何要躲在城台之下？请娘娘息怒，用小命讲来。讲。小命本是乡下人，谁让你乡下人这里人？你让他讲下去。哎，这位姐姐说的对呀，我要慢慢的去上你讲下去。小命本是乡下人，哪里？家是贼，他打门王，他的糊涂，他打条包，他打贼。什么哈里哈达？他真是呀，哈达门娃，哈达子，姓这名才。小名名叫张小儿，至今尚未去过亲啊！只为老娘孙重病，那就别去请医生啊！我也曾请医生，我了牙并不清，闻听得东岳大帝是凌晨，故而我关进城，求人保佑我娘亲。恰与娘娘共驾到，我要出门已不能，急得我心胆惊。马内我在城台之下斩长生。3天之间，少以王八花花，难道你为不知？分明是一派胡言。哎呀，娘娘，小妹真家道贫困，从小没有读书啊。难道你的耳朵也聋了吗？哼，这分明是个乐队光棍，被巧言当真。来呀，放下去，斩了！哎呀，娘娘啊，杀了小命不要紧，我离我远83生老远亲。白发苍苍鬓刀上，可可怜怜无人是我好伤心。我娘杀子我身亡，平顺是平上加兵，喜上加少，夫上教育，苦草之根，有时无声听送命。万王娘娘因是悲，让我老人在问今天
迎送夫人侍奉，据少你不死。张小儿，你快快回去吧。哎，好过不识时务的张小儿，娘娘好生值得放你回去，你为我去有不为？娘娘有所未知，外面御林军密布，小民出去实在难保命啊！巧莲吩咐御林军让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拦。是。外面御林军听着，娘娘御令放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拦。张小儿，你快快回去吧。是。娘娘，我还是没有看到娘娘啊！小儿尽管去而复返。蒙娘娘不在，小民未谢大恩。我是回得家去，我娘闻起竟有，定要责怪于我。娘娘不在你为什么不谢谢大恩？这样一来啊，岂非让老娘气恼一场，与贫不离？过小民我再要来叩谢娘娘不战之恩。倒是一个知心大礼的小子。张小儿可惜娘娘不在之恩，愿娘娘把你赎回。罢了。张小儿这些娘娘不在之恩，愿娘娘谢谢平安。去吧。张小儿三谢娘娘不在之恩，愿娘娘什么？愿娘娘称心是一啊。好大的胆呐！
老送人，足有神香，若不共情，那一个记得我屡拜我，是此生的君王错。各种礼单，我要面见王爷。奏本王要谢谢一位红帖留下，这位大人不见也罢。是。王爷，来死了！姐，哇！顷刻间惊动了满人将相飞，争先恐后来做大媒，大红更替。啊！真凭我儿不讲没自信，好问我去，也没情，也是吧？哎呀，真是多此一举。我心早有自长才，就不轻易。把情配，是非身上情为美，写一个文中上元无中亏。娘娘为父，娘娘为父，姐姐是姐姐啊！这又要撑到等一下。儿啊，今日早朝，万岁请赐我儿赏脸褒卞。孤算好一的褒卞。万岁言道：“待等明晨替我儿献得驸马，这赏脸褒卞就是定品之物。我儿，你要好好珍藏啊！”啊，弟弟。儿啊，今日四更起身，月庙进香，到这时方位，路上辛苦了。娘娘念想，本当早就好回来了，偏偏是庙中见到了一个啊，见到了什么？哎呀，在庙中见到了什么？神台底下多杀一人啊！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！哎呀，此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？年轻的，哎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。哎，你可能见到他？见到的。他可能见到你？当然见到的啦。啊！家园，谁？把这不知死的人给我抓来，万剐千刀，千刀万剐。是。弟弟，女儿把他放醉了。儿啊，这是为我。弟弟用兵。
有道是万不难有，万不难事，你就不该轻易将他放走了。自古道忠人相思，人人感情字。中传不问一条，也该宽恕3分。儿啊，万岁御笔听律条，当天王榜百名晓，错外王法17天，管他小道不小道。弟弟，你是王中的愚昧，贵妃旁其人贵，轻易几人皆用好，啥是沸沸扬扬算出去，把王家的正业一担保。地脸上撒光彩，为父也要陪谁笑？原来弟弟是为了这些。这哪里是为了我，为父是为了你呀！为人才是好名声，今儿切莫不落云。上言道，是真是鬼神惊悚，是情是奸神宽情，非是为母独老套，女儿你做事太省心。巧玲有没？听我为房去吧。父娘牛梅，王爷，那个年轻乡民心着明白。王爷，神医放走了，还问他做什么呀？你我讲，他叫张小儿，家是哪里？住在什么哈里哈达？什么哈里哈达？住在什么哈达门哇？哈里糊涂？哈达村。什么哈哈哈？喏，哈达门哇，哈里糊涂，哈达村。好，知道了，下去。是。家园，哎，你我打40名教尉，去到那哈达门哇，哈里糊涂，哈达门哇，哈里糊涂，哈达村，去将那刁民张小儿捉来见我。是。哈达门外，哈里糊涂。哎呦，糊里糊涂哦！张小儿，张小儿，你将老夫搞得糊里糊涂，老夫就叫你死得糊里糊涂。
你这还懂戏？太激动知道。那也挺是，这都是这个是光的。
生气你。是啊，谁叫你说话总不留神？我想这种事讲讲有法，谁知道王爷为这样大惊小怪的把娘娘埋怨了一顿。哎，我说你呀，老脾气总是不改，肚子里知道一些，非要讲出来才痛快。以后啊，要好好改一改了哈。也再也不管多讲了。哎呀，你们还在这里讲些什么？娘娘，方才都是我讲了不好，哪个怪你嘞？快起来吧！都是娘娘。巧玲子，我知道娘娘不会怪我的。娘娘，这桩事情都要怪那个害人的张小儿不好。怎么能怪他？要不是他，怎么会弄出这种事来？啊，娘娘，你还不知王爷派了40名教尉去捉那张小儿啦？当然真的啦！哎呀，又来了，这便是何时好？娘娘，什么时候是好？啊，没什么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巧玲子。听说是弟弟名人去捉他，不与我心中乱自麻。弟弟呀，弟弟，你的早晨是切早晨，又必苦苦将他正往放。哎呀，真把我气糊涂了，何必为他长情呀？他才是本城乡下人，为娘举人到庙内，听他羡慕本地，分明是异乡客的来。再看他粉脸红唇，不客气，浑身不尊断点灰，举止应同不文雅，难把他的真相猜。再信他是个中天汉，再信他为娘举人来，分明是那家一书生，扮作乡民都妙美。哎呀，弟弟呀，弟弟，你才是名人去捉他，一定是空手而去，空手回。
莫不尊敬看看我。必定是别有用意，貌似来。
儿可惜娘娘不在之恩，女娘娘不能富贵。张小儿这些娘娘不在之恩，女娘娘岁岁平安。张小儿三些娘娘不在之恩，女娘娘长寿如意。张小儿，张小儿，娘娘，娘娘，张小儿，娘娘，娘娘，张小儿，娘娘，哎。神魂颠倒，哎呀，莫非是有病了？带我去禀报王爷知道。哎，娘妹，哎呀，怎么糊里糊涂的又去禀告王爷去了？哎呀，哎，娘娘她怎么睡在这里？哦，莫非昨天被王爷埋怨了几句？又发生情脾气了？哎呀，不对呀！他为什么又叫张小儿呢？哦，莫非在庙中遇见了他？哎呀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鸟妹前来一声报，说好是一盆冷水当头浇，接着我手着冷子冰，吓得我不怕笑。病了啊，王爷！啊，娘娘，儿啊，娘娘！哎呀呀，这，哎呀，这，儿啊，你病了啊？女儿没有病啊。你这，哎呀，看你用眼角才生死惶惶，真是无病啊！哎呀，王爷，关医生到，命他进来。有请关医生。我这快一快啊！啊，见过王爷。啊，先生，请。哎呀，是玉梅娘娘病了啊！哦，那是娘娘才病了。哦，待下一光为娘娘看病。哦，雅王姐姐，我这里有红罗两线，你把它放在娘娘的风水马戏上，做红与罗。啊，知道。做红与罗。知道哈。先生，替娘娘前世看病，你要仔细才是啊！哎呀，娘娘千岁放心，满是时间娘娘千岁看病，就是些平民百姓看病嘛，下一官也当绞尽脑汁，费尽心血，粉身碎骨，也为当为病人出力呀！娘娘千岁的病源，你要推敲得真，千万不可无下冷断啊！哎呀，不许王爷千岁吩咐，小爷有诚私讯，这只钱嘛是32银哦，这只盒嘛是32锭哦。恩师的金玉良缘，小爷铭记在心。不是小爷
在王爷面前夸下海口，无论是大病小病重病轻病无论是疑难之症还是不治之症小弟都哎呀，先生，你太露宿了。巧莲，我实在无病。娘娘，有病无病，请关医生看上一看就知道了啊！关医生，欢迎娘娘，看病吧。哎呀，娘娘此病似下非下，似惊非惊啊！哎呀，哎呦，这是娘娘千岁，没是这误呀！哎呀，王爷临请高明，王爷先生临请高明，先生，哎呀，先生，先生，哎呀，女儿，这，哎呀，不好！方才先生生我女儿之病，似下非下，似惊非惊。使劲看女儿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闹。哎呀，莫非真的得了什么风病不成？哎呀呀呀呀！王爷，哎呀呀！王爷，我比正经的更重要了。难道是张小外生也要笑？这是明白了。对过上天，面见万岁。是王爷。哎呀，王爷，哎呀，这话老夫了。这到底是什么病啊？一会儿笑，一会儿闹，什么是惊非惊，是下非下的？这到底是什么病啊？
妙笔千万字，来庙里呀，接待风华草丛来庙里对美有意，吃三分浓。来庙里应人妇女，吃十分情。来庙里呀，分明混正路小钱，来庙里却不大为红衣衫。来庙里呀，过身上没人看，来庙里万众风流英雄心，来庙里几番为贼专心，来庙里一片剔透玲珑心。更有一点来庙子，话不出娘，烈烈是因出过身。哎呀呀呀呀！我真是发了昏了。本来么是生命是何话得上去哟？啊！啊，娘娘，哎，小姐呀，你可知我这相思之苦啊！
等你无视里是少雨，说什么八一郎难陪你金牛皮，还无恙正做你凤凰城，小姐呀，看你也是多情重，只落得门户不到难成恩怨。我每日里小命儿换上几把鞭，深深为官出姻缘，这万情相思难舍退，你才功累可知非啊？从此八旬。我又得丢开难把手，隐隐的时刻存心头。小姐呀，像你这样貌似花才是虚，做什么愚昧风什么黑，恰不是来了你，可恰了我，这刻骨相思真出头。小姐娘，你害我这相思在万不归。马来雨把我走，小命儿小怪的，玉妹妹娘娘要死了！你说什么？玉妹娘娘要死了？真的吗？不过病得很厉害，你们怎么会知道的？外面王帮告挂。王帮长什么事？快快告诉我！
我报幕上写的，我是想不起来了。不过人家讲的，我倒记得一些。嘿嘿，人家讲些什么？快快讲来。相公，面洋洋，草满上香，当王的兵，当秀王。我正请一块饼，难开一方，这是为什么？哎呀，我都想到骨头，被你一猜，我也忘记了。呀，我想起来了，说到你们病的一样，是风日天，政治社长费呀费劲，难用一方，写得王爷写不知道，立刻进贡兵民君王，到一块饼，公子挂榜。相公，问上你送什么？狂好兵征，风刮暴王，不让为官忘尽切粮。还有那邻家一条特别送上，年龄相仿，早为东上，年龄相仿，早为东上。真的呀！我的王榜岂能是谎？封家境啊，封家境！要是你有人协议，那该多好啊！哎，玉梅娘娘的病生得好瓜呀！不过这下相公就可安心读书了吧？相公，我看这位玉梅娘娘啊，还是死了的好。怎么好让她死呢？只好让他死你。我这里跨到南端相思黑，他那里领带难以心儿平。月庙一见心相印，同病相怜情更深。上一道新兵万岁心一意，家令万岁我记灵神。我接宝去，接宝！哎呦，相公，我的外子脚还没好呢。哈，你快说说，今时快叫我买套衣帽回来。今时快叫我买套衣帽回来。
比你快100了，这个是。到府门外等哎，这帮有人一来是来报我。自从挂了早一帮，老夫舍也把命一忘。徒儿有病不曾治，早教本番。谁端上？生生儿害我女儿病上再苦恼，我命较委屈，说那走遍了大张小城，就想培养，哪里有哈里糊涂哈大吹？更不知这小子谁无法。这帮人来了，快快有请！是，有请这帮人。王爷在上，小爷拜见。先生少礼，一旁请坐。王爷在此，哪有小爷的所谓？先生替娘娘宽病而来，也有不如之理，请。此小爷方是告诉。请问先生真姓大名？外甥姓许，草字金家。哦，许金家，许医生。哎，不知许医生是哪一位名医所说？小爷乃是家尊，我已是第9代了。哦，第9代了。呀！哎，听先生可以不像是本地人士。小爷乃是他乡应医而来。哦。外甥本是一家儿，9代名医
呀幸福，畅销神龙本草经，内外二五口口味，神就退路样样精。此方永远寻一里，文山高丹吞平静，应一数年八年为春，一年里家园一日万生花海开，关于华佗新本领啊！昨日来到京都的，闻听得玉梅娘娘并不轻，我大胆来接棒，愿为王爷要避难。先生真是一位圣人君子，尚能以得我儿评语，本晚保你谁朝为官。哎，王爷，小爷并非为救官而来的呀。那你为何而来呀？那请小爷一点意念，能使玉梅娘娘梦体早日痊愈，我愿已逝了。哎呀呀呀呀！先生真是清高得很呐、哦，家园在，替先生拜过9万接风。王爷且慢，救人可逆，这病可不能误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先生真是一位9代家人的名医生啊！这是再生的童儿，快去经过王爷。是，见过王爷。罢了，家园在，陪先生的童儿去用过9万。是。巧丽，见过王爷。巧丽，这是来替娘娘看病的9代家人的施先生，快上去见过一礼。是。见过许先生。这位姐姐罢了。巧丽，快去报与娘娘，送我即刻陪同先生上楼。是。先生，请。王爷同去。哎，理当奉陪，理当奉陪。此次有劳王爷。此次先生请，先生请拿，请拿，请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难分辨，啥是他是他有病，今日起居是伤痕，啥是他生无病，他有生死黄中心不移，梦中常光张相恨，我看内中有原因。莫不是在庙中见了他，心有所思难成张小儿是何等人，娘娘又是本谁心，怎让他两人结了缘？我心可疑，如真心。天赐命运皆往忙，我的命运云此亡。他陪我到公路上，一定要识破我隐藏，陪我相过太平间，单身上路为红妆。先生，前面已是公路了，请王爷稍待，给我脱下须子。先生为何要脱须？王爷有所未知，娘娘前世有病，奉天定润虚弱，趁虚登楼，脚步沉重，定要阵痛乱板。惊动娘娘之奉天，奉天惊动，马跳休要失伤。这样一来啊，就难以针对娘娘前世之病了。先生真是细心之人呐、这是脱下须子，有着先生的斟酌，叫本王于心不忍啊！为了娘娘前世，我些许小事。是此先生请。王爷且慢，先生还有何事？王爷有先见之明，何劳需要以讲的呀？本王一时想不起来了，还请先生明讲。恐嘛冒犯王爷，王爷这种称得须子么？你要老夫爷脱须有买王爷归天，这是趁虚登楼么？哎这是呀老夫脱下须子就不会引路了呀！这个小爷也知，这这是脱下趁着须子上楼嘛？哎呀！这样吧，先生一人上楼，老夫在前听实言等我。这是小爷真名。先生请。哎，王爷，这样死的么？哎呀，这有什么死不得的？还是请王爷一同上楼的好。先生请。王爷一同上楼的好。请。王爷一同上楼的好。是此宋王爷。规定协和有怀望，一见面日夜平常，长经对换把儿官唱，大着大儿把公楼上。
娘娘，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！我有什么喜事？娘娘，自从挂了早一棒，一连数日没有医生前来接棒，今天来了一位许先生，岂不是一件大喜事？哎呀，巧莲，我没有病啊！娘娘，方才王爷叫我来禀告于你，他立即陪同许先生上楼。啊，王爷陪着许先生上楼来了。俺说等关他一做啥？我要开始。迎接王爷。乔林熙，咦，许先生，怎么你一个人上楼？啊，乔林熙有所为之，王爷他脱了须子就不会走路，故命我一人上楼的呀。啊，先生为何特许登楼？啊，乔林熙有所为之，娘娘前世有病，奉体定润虚弱，趁虚登楼，脚步慎重，定要针痛乱办。惊动娘娘之奉体，奉体惊动马跳就要失常，故我要脱须登楼的呀。哦，许先生果然与众不同。先生稍待，带我去回禀娘娘。哎，乔丽姐，娘娘，王爷他没有上楼，许先生一个人上楼来了。此次正好，快叫许先生下楼去吧。哎呀，娘娘，许先生你是接了王宝奉了王爷之命来的，怎么不叫他上楼就叫他走的呢？哎呀，巧莲，我没有病，宽喜什么？啊，娘娘虽是无病，可是近日来神思恍惚，心神不宁，要是再这样拖延下去啊，恐怕要误成了一场大病。娘娘，我是看一看，看一看啊。许先生，请。乔丽姐，请。哎，慢。什么？拿来。什么呀？红罗线啊。什么红罗线啊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这个做医生的，怎么连这一点都不懂了吗？都要请教。两根丝线落雨红，明显我断结兄，你是绝对家传名于身，难道是七仙王吗？都不懂。七仙吗？是哪一个想出来的呀？千仙万马是宫廷用，万家女谁都不懂。直到内堂女神位，官兵不用进皇中。你是相见托一生，难怪自己不精通。乔丽姐，难道许多名医来见娘娘前线困病都是千仙万马的吗？是啊，怪不得那一块好娘娘治病了。此话怎讲？可你是个聪明人，难道此事为龙不情？小小两根红罗线，骑马怎能安得人？这都是寓意无能，害病家，难怪娘娘病不轻。难道真是骗人的吗？为么生病啊？是从马跳的降、速、快、慢来准断病情，必须要按得正确，才能断症病情。这样一来啊，岂非要误为病人？哦，千仙万马，疾病不测，那是风采系统啊，乱板震动啊！这样一来啊，就难以针对娘娘治病。我们徐家是从来不用这无用之计的呀，是吗？就得相人都是平时为马，对平时人方能压倒病治。哎呀，对，许先生果然是个高明医生，没有一点小本领，万贯前来接棒。乔丽姐，还是请娘娘平手安排的好。这可娘娘不可以。咦，你是要表明我的来意呀？翠，宽病我有什么来意的呀？哈，
那来意真诚啊！好好好，先生稍等，让我去试试看。哎，乔丽西，娘娘，许先生是牵线而马，难以诊断病情，需要平手而马。巧莲，你不知道这里是宫楼吗？娘娘，你当年许先生与你困病的来意真诚啊？困病还有什么真诚不真诚的？娘娘，他比人家一样多，今夕今人大不同。穿靴登楼脚不松，离空楼板要挣脱。为了要是娘娘命他精神，可惜车中轻轻走在繁华宫。娘娘，你是一个女英雄，人家开口来打工，今日乱子上不及，万句一生进行中。娘娘，我再考一考，考一考，考一考。先把一家子来得对吧？许先生，请。家头。许先生，快与娘娘宽禀吧。哦哦，哎，哦哦哦哦哦哦。许先生，许先生，哦哦哦哦哦，娘娘的奉养有4-5天了吧？是啊，娘娘时常头昏目眩吧？口中官少不官少，是不是是人是孽，却又人力不透啊？许先生，娘娘她生的什么病啊？让小爷再按一马。好，请。哎，哦，哎，许先生，娘娘她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娘娘是毛受风寒，受了一点风寒，病会这么重吗？才要专门帮的病，还需看看娘娘的脸色如何。什么？我要看看娘娘的气色如何？分明是一派妇言前来戏弄于我。巧莲，不要看了，将他轰了下去。是，分明是一派胡言前来戏弄娘娘，不要看了，快滚了下去！啊，乔丽姐，哎，乔丽姐，乔丽姐，哎呀，乔丽姐，娘娘生气，你性命难保，快走吧，走吧，乔丽姐，走吧。哎。咦，什么人？哦，我是娘娘昆里的许先生啊。许先生，此人好生面熟。巧莲姐，巧莲姐，巧莲姐，我看这个许先生啊，好像是在庙中见到的那个张小儿。我也正在疑心，莫非许先生就是张小儿？哦，已经趁娘娘睡着了，我们去看看清楚。去看看。走。这才听得婢女讲，为我心中
许先生真是人难猜想，莫不是阳光公子mau雷同，他二人也是生得一般样，莫不是张小儿与许先生结儿都是一真相，交办将命进了总是情缘，交办一生共来长，管他是真还是假，我要亲眼一见，心在放。巧莲，有没？这两个丫头到哪里去了？真香，巧莲，他什么？许先生啊，他醉了，醉不醉人？我可不知道呢。巧莲，你快去！啊，今晚要把他关下来去。不什么？哎呀，巧莲，你快去！对，还是去许先生看一看的好。快去！咦？明日先生上宫门，我又是喜来又是谁？什么又是来又是谁啊？喜的是有你从中照应我，愁的是娘娘要关我下宫来。早你快好娘娘听，天大的事情你莫担心。我去禀与娘娘知，你在门外三分陪。对了，巧丽姐，我好像关山的喜莲难下手，娘娘的病体我莫不透，成败就在这一场，但愿得天中神牛最乱走。我想，不会有这样的巧事吧？娘娘，什么巧与不巧？我是说，不会有这样一位巧医生能看好我的病。娘娘，巧与不巧嘛，请许先生看看脸色就知道了。巧莲，我想观看脸色，总算不雅吧？那么你叫他来做什么？娘娘，许先生要看看脸色，你就让他看好了。是的，那就让他来看吧。许先生，请。我要看看娘娘的脸色，就是为让娘娘见我一面，是金嘛。唉，许先生，快替娘娘看病吧。好。娘娘脸色微红，此乃非一神父，眉心微露青烟，实乃先手虚惊。是啊，我家娘娘啊，定是在冬月庙中被那个害人的张小孩吓了一下，受了惊吓了哈。哎，娘娘在把玩具中尚且不怕，岂会怕那个害人的
张小儿，二位姐姐啊，这就是无风不起浪啊！哎，这叫做富贵，不生病哦。许先生，我家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事情虽然已知娘娘之病因，万事不能往下乱炖啊！为什么？还需看看娘娘的神色。看气色能断平静，看神色则神。哎呀，娘娘，看神色肯属于气色啊！何以见得？喏，天之精神藏于实用，地之精神藏于无魄，神之精神藏于沙漠。常言道，目中有神，神快神足，啥不快沙漠，就难断其情了。是此许先生，你来看吧。此事多谢娘娘。王爷，什么明天还要请许先生看病？要是王爷他不愿意，哎呦，娘娘，哎呦，娘娘，巧莲，我明天还要看病。是。娘娘怎么啦？啊，娘娘是，哎呦，哎呦，巧莲，我明天还要看病啊！娘娘明天还要请许先生看病啊？看病哪有这样看的呀？这倒是第一位呢。哎，送礼包，第二位啦啊！第二位了，不要的呀，那要上了呀，东岳庙中，对的，哦，哎呀，孩子家人，好好有缘。好了呀。这男的看中女的，女的看中男的。人相似对，有些人死掉了，他这个不死。还有最起码3刻钟。对的，现在是都还没有，还没杀到了。没杀到的。25%以后要的。第三。
进去呀？哎，等一下我就伪装来不及呀。娘娘，巧莲，你请我数一数，这花纸上有多少花朵？娘娘，32朵。当真？娘娘不信，自己再数一数嘛。哎呀，真是有缘！娘娘，什么有缘无缘呐？我是说花朵落单，无要无要，花朵身上一样有缘。娘娘，你何必瞒我嘞？我瞒你什么嘞？我不管讲，是你讲嘞。多谢娘娘。王爷生你有平事，我也了你一心事。
红长花三小儿，年年不忘千金丝，千金丝，哎呀千金丝，昨天一颗喜金丝，许仙生娘娘宽生生，是莫想得多一子，你是几呀？他是好爱情妈妈转心小丽，我的说话对不对？拜望娘娘要宽恕。你是我的知心人，是从来不忘你，只为此事非小空，因此我闷在心中从不提，如今已经真明白，我还有一事分分明，昨天来的许先生，是不是在庙中见到的？不快这位许先生，你的是否真名的？正是庙中见到的，痴心妄想到此地，今日他要上来，你可问他的心，只要猜明他的心，我就可以定旨意。但愿婶婶保佑娘娘心快称心是翠。昨日推名落情啊喂，真心真意更难猜。今日三次宫擂上，但愿能帮你团结。乔灵记，乔灵记。咦，许先生，怎么又是你孤身上来？我家王爷又是怕高虚争夺楼板么？乔灵记，娘娘今日病情是何啊？败家从良啊！你到哪里去？我无法使得娘娘治病了。咦，许先生，你不是说已经知道娘娘的病源，怎么又无法使得娘娘的病了？这，哼！老子对你讲，要是你看不好我家娘娘的病，今天休想下楼。进去。都是强壮顿个的强。是。慢，带我去禀告娘娘。是。准备抢个门。哎，这个地忙等下我搿上下来要抢。搿件忙对了。许先生，娘娘命你进见。是。小一拜见娘娘。
千岁。许先生，病死。我派了他走。我看他脸上文件不平庸，昨日今宵打不动。我定要团测他开封。许先生，请坐。娘娘这次哪有小意的所谓？许先生为我家娘娘看病而来，休不恕之礼，恕吧，恕吧。这是小意方式高手。不是娘娘不一意儿，可觉得轻松一些。许先生乃是神医，我家娘娘啊，已经不言而喻了，不要语了。娘娘千岁，今日您小医上楼有吩咐啊。许先生，我与一时同闻。娘娘请讲。许先生，你真心啊！娘娘，许先生嘛，当然是姓许的喽。不知夫去何处？哈达门娃，什么地方？哈里糊涂，哈达城。哈达城啊！祖上周顺利，祖上不得行医，我已是第9配了。家中还有什么人？家中共有6人，哪几个？爹爹、母亲、兄长、嫂嫂，还有小姨我啊。你说了5个，还少一个呢？还有一个是谁？是妹妹啊！娘娘千岁，你问的小姨这样仔细，做成啦？是。这个冤家为这话，我反被他分可难为他。听他话像真与讲家，叫我怎能相信他？大胆张小儿，你叫板向明叫板一声3番2次前来息怒于我，该当何才？娘娘，小明真的是许先生啊！大胆！你不肯真话讲，杀得我落金发，我定要叫你曹林熙，娘娘。见下吧，娘娘，你因我发怒要杀他，娘娘息怒带我去问他。那么，你到底是油头光棍，是想命还是医生？乔丽家，我不是油头小光棍，也不是乡下种的人，老老实实对你讲，实在我本姓封什么？我是风采不到，雨淋不马，就得家人自有心意，一点不假的许金家，许先生。娘娘，他还说是许先生。巧丽，他不肯讲，与他多讲的人，况且许先生，你快要出来！许先生。
娘娘，要是他再不肯讲啊，我就将他交于王爷，将他五花大绑，数人就出，敲锣当鼓，有节示众，算我这三岁巧丽，好嘞。乔灵姐，我说这就是你我娘娘的不是了。怎么都是哀家的不是？娘娘啊！万圣节帮来开店，至于弘扬杀飞行，这倒是今日来赴庆功宴，哪知晓娘娘扒开了天门城，是这般恩作仇，岂比上普天下的一家，怎怪再有个不幸？谁叫你不讲真话？是啊，一为儿张小儿，一为儿许先生，叫我家娘娘怎么相信你？好，我就向娘娘实讲了，我不心虚，那么你心上，我也不心脏，不是旧的名义，也不是第三郎，实实在在我本姓封，那他有子我知道吧？弟弟名叫风来长，步步上书还君王，岳声名叫风家金。你为什么不顾生死到庙堂？为师娘娘为民光，又听得娘娘才貌似无双，我心好奇有一见，因此叫办进庙堂。你进庙为的是心好奇，为什么又要半夜来接访？也是我管家，你光唱庙堂，光进宫门，怎么连这么几句话都不管讲了？讲吧，娘娘啊！自从庙中见娘娘，终朝美在长思乡，我将心事禀母亲，家珍亲妹到府上，谁知王爷不允回，说什么娘娘的婚姻非平常，许亲万岁做主上，找一个文武全才的常月郎。家珍闻听心气恼，反把岳声说一场。从此我无心读文章，一片思念千难忘。昨日得知娘娘病，又闻挂上早已帮，我西台桥费思量，娘娘之病一生长，又团娘娘病根源，
因此我大胆把一来结帮有王道在此，请娘娘仔细地观看。年龄相仿，早为东方。他那里把话已讲明，我也可以放宽心。陪我去取出上脸皮。曹林星，曹林星。巧莲，你去生于他，做什么？定终身。曹林星。许先生，我家娘娘念你宽禀有功，将功实在。拿去。乔林星，乔林星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怎么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？快走吧，走吧。乔林星，老是打我的下我岂是为此而来呀？上来你！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上里比不家邦，门上文武见思想。当日万岁曾记他，真14报是月老，才人得知上里比与他8岁共家老。今日只把落我心，就是做梦也想不到。刘天华呀，刘天华，你不肯将女儿许给我封家境，如今你女儿已将丧礼宝贝呈进于我，待我回得家去，英明弟弟奏明万岁。到那时大无花轿前来迎娶，到那时啊，牺牲了我封家境，希望了你这老有不啊？娘娘起身，我们同往再见吧。凤家庆，你叫板一声长进宫来戏弄娘娘，3万千条。你我上殿见驾去吧，绑下了。是。哎！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！巧莲何事惊慌？王爷把许先生绑赴法上去了。上脸必定夜里当即怕放，岂能养老弟弟也爱于他？
我去成一关。是教友们与我备下帮忙。黑虎领将人民，北部名将，哪怕是拼死，我也要去他。官官上，我是月本金一去救君王，真乃是奴才已经绑发上。燃烧父子，我如今放到去就看。
给到，速来报我。是。呀，伊那不上来了，伊那不过来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禀王爷，封雷上求见。这个老匹夫，定是为他儿子囚禁而来，用他一剑。是。王爷有令，封雷上觐见。只怪你辈子不听教训，做出这种荒唐之事，真不叫为母痛杀神也！弟弟，孩儿不孝，连累高堂，这是孩儿再不敢讲，烦望弟弟设法救我。你苍井公人，为何救可有？弟弟，孩儿急报一禀，我为苍井公人愚昧清虚良言，真是戏弄娘娘。此话当真？弟弟，愚昧已将丧礼宝贝呈寄于我，弟弟请看。小奴才，你的骚话不小啊！下官奉雷上谢过王爷千岁。哪里？冯大人要见本王为了何事？王爷千岁，钱不是，饭不是，只管下官的不是。这家不教，这教子无方，竟然得到法上非礼来了。说问冯大人，自家年纪，教子有方？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他身犯何罪？苍井公人戏弄娘娘，该斩不该斩？呵呵，犯了这弥天大罪，理该问斩。对呀，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他怎为苍井公人？乃是接了王邦而来。他叫王邦来与娘娘千岁宽禀而来，正说他戏弄娘娘。既然我儿他戏弄娘娘，娘娘为什么不叫他定罪，反而审他双脸报备？这是下官的教子无方，万日你王爷千岁的死家不念呐！老匹夫，尽管在法场之上羞辱本王，哪还了得？来呀！有，将他关了出去，将封家境开刀。弟弟，儿啊！娘娘驾到！见驾娘娘，上殿见驾去吧。谢娘娘。儿啊，你当不让之人，女儿带来请弟弟稍为封家公子。哼，定斩不饶。封家公子，你斩他不得。
为我斩他不得。他是月宫之神，他宫在哪里？一号女儿之命，他是假扮以他真为昆明啊！不为昆明女儿真为监狱。他的假扮以身而来。哎呀，弟弟，自古道只有恩将恩报，你在王邦之上苦撑邪命，煞非淫逸之臣，谁动一逃也不得前来接帮。为人谢命。弟弟，自古道只有恩将恩报，怎能恩将仇报？哼！为我斩他不得，难道万岁也斩他不得？弟弟，你在王邦之上苦撑家长一条，加什么？弟弟，你来看。年龄相仿，作为东方弟弟。万岁出自挂王莽，自带兵于松上，加上一条是你些，满城百姓举之笑，自请二品的监狱，曾家也知他结帮，弟弟也是明良人，何必还多谈讲？弟弟呀，还把这言对你讲，儿与他已经定缘了。弟弟故曾将他斩，岂不是叫儿的终身随空放？第二是先为我做子长官，发为尊，功累去，免得将王家体面别担保。弟弟，你杀之不杀，凭什不杀？巧言有没？令我将封家公子放了。是。谁滚？奉天圣运，皇帝诏曰：刘天华所奏封家境，交办一生，长经宫内，西龙玉梅千岁一日，演戏皇贼，本应将贼。故年搬家多年，暂将功所罪，经国王作之，
将预备众生匹配封家境为妻，却得万婚千次谢恩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王爷千岁，封大人，请家。请哦。亲家万岁言道，将得信任进入金殿晚会，你看是我啊？万岁之意，你我岂能不容？教尉们，有送玉梅驸马进殿完婚。是。亲家，等于你像这椅子不好，等于呢，开开来下。还有一个椅子没搬掉。这方，这方。